大家好，歡迎嚟到生命之道，我係黎伯宇。你咪曾經有過咁樣嘅感覺，覺得生活得好攰，工作壓力好大，家人關係又緊張啦，同身邊嘅伴侶已經冇嘢好講啦，子女有好多情緒行為問題，而且關係越嚟越遠添。每日瞓醒都感覺唔到任何嘅快樂，只係無奈咁樣又要面對一大堆嘅壓力。你勉強咁樣去過每一日，但係就完全感覺唔到你人生早期嗰種活力同埋熱情。你用笑容去面對出面嘅人，但係喺夜闌人靜嘅時候就感覺到完全迷失咗自己。或者你從來都冇對人講出口，其實你一早已經喺內心某個角落放棄咗自己。你用盡氣力去維持生活表面嘅穩定，但係內心一早已經冇咗方向。其實唔係你唔夠堅強，唔係你冇能力，只不過係你太攰啦，太耐冇被真正嘅理解。你總係喺度扮演住應該嘅角色，我應該要照顧人哋啦，應該要做好自己嘅角色啦，我應該要正正常常咁樣生活啦。但係你一直都壓抑自己嘅內心，可能喺你入邊一早已經問咗自己好多次啦，唔通我嘅人生只可以一直咁樣落去？既然每日都感受唔到生命原本有嘅嗰種活力、快樂、熱情嘅話，咁樣生存係有咩意義呢？其實好多人唔知道，我哋而家嘅困境呢，其實係同過去有好深嘅關係嘅。佢嚟自你嘅原生家庭。喺童年時代呢，你渴望爸爸同媽媽嘅擁抱啦、肯定同埋理解啦，但係就經常換嚟責備、忽略，甚至係控制同埋傷害。喺你長大之後呢，你變得獨立同埋堅強啦，但係嗰份堅強只係為咗生存，只係為咗滿足社會嘅期望。而喺呢份堅強嘅背後，係一份脆弱甚至受到種種傷害嘅內心。你越嚟越少感受到生存嘅快樂啦。仲有，你係咪發現無論點樣努力，你總係喺度重複緊童年嘅孤單同埋痛苦呢？你關係當中不斷咁失望，喺婚姻裏邊感覺到無力，同仔女之間根本冇辦法溝通，甚至連財務都出咗問題。所有呢啲一切其實係反映咗你可能無意識咁樣承擔咗嚟自家族嘅情緒負擔。例如可能你細細個嘅時候就睇到媽媽一直都好痛苦啦，佢嘅婚姻唔幸福啦，或者佢細細個亦都一直得唔到佢媽媽即係你阿婆嘅愛啦，於是你就無意識咁樣咧去代媽媽去承受佢嘅痛苦啦。其實背後係一份好純真嘅愛嚟嘅。又或者你睇到爸爸一直以嚟賺錢都係好辛苦啦，所以你亦都無意識去承擔咗爸爸人生命運嘅重擔。